有兩個中小企老闆響茶餐廳飲下午茶，一個叫阿成，另一個叫阿強。阿強嘆住氣咁講：我公司個文員整壞咗部新電腦，我話佢兩句，佢就發脾氣辭職。本來辭職冇所謂，大家唔夾好小事，但佢走咗之後，佢平時跟開嘅文件唔知點解響公司嘅 server 冇咗。最慘嘅就係要由頭做過。阿強呢又繼續嘆氣講：依家經濟咁差，我咬開每蚊都有血有汗，但我 D 嘅員工又唔明嘅，樣樣電腦設備都話要買，一時要手提電腦，一時要 Microsoft Office， 一時要 backup， 一時要 antivirus， 仲話想請個 IT support 響公司，真係慘絕人寰。丁明嘅阿成就話啦：之前公司賺到錢，當然唔介意買好啲嘅 IT 設備俾員工，但係今時唔同往日，慳得一蚊得一蚊，所以我選擇 TBR 嘅 IT Black Box 服務。只要每月每個用戶收費港幣500蚊，就已經包咗電腦、Windows Office、Backup、Antivirus、IT Remote Support。阿成繼續講，最大好處係所有資料放喺 Cloud 上面，唔怕同事離開之後冇咗。其次，每月按人頭收費，方便公司隨時可以擴充或者收縮，唔使浪費金錢響無謂嘅 IT 設備上。都係嗰句，今時今日慳得一蚊得一蚊。最後阿強對阿成講：都係你醒，我請你食西多士，多謝你嘅好介紹。